亲像你已经有讲啦，爱做分享啦，已经就咧想讲，我会记咧想讲，无人做分享有一个，可能有者去做分享的，我记咧想就是咱教有者咧讲啦，就是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刻刻不水也进来故事顿咱就是讲时常咱听到的因为迄阵就是五祖伊要从伊祖位传下了这大师教授的文字来，还讲世人生死时代，命令将你只求福缘，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心欲的福好可求。因为这个五祖因安尼修的人真济嘛，但是实相呢，就是教授书，伊呢代替呢五祖咧教授这个问题，所以伊这个问题来，因为伊是一视同仁，伊讲恁大家拢去做修记，若有继承，伊就从祖位传互伊，安尼对。但是内面的问题来拢想讲大家拢想这个祖位就是非世修莫是，莫事啊，就敢若伊啊，伊就是代替五祖咧教导咧分法，非常这微妙非他莫属所以大家人拢毋敢做，就讲但是咧新修来说咧，伊讲伊若要做，伊伫遐进袂两难伊想伊若要做，五祖是讲伊是参着祖位，伊若要放的时，伊若要做这个学生，这个五祖毋知讲伊已经受到对一个砍杀所以伫遐进袂两难，伫遐咧三进三退时，尾遐去修做修记。做时时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因为出，不水也平安。即句咱大家拢上过足济但是讲了后呢，伊嘛，伊咧写了，伊就入去伊的即个房间，人拢毋知影伊伫遐思维。明仔载呢，即个五祖若看到手机，若是有假的。你就是伊甲即个发友也就对啦，但是呢，若是呢，伊无欢喜呢，就是伊还佫卖卖，时时就讲伊还佫是卖卖啦，商业中达就对，袂当得到了即个正法就对，因为信理难切啦，因为过去咧修学就是讲安尼。因为一书传一道，所以修道的人足济。你讲惊祖师客气，才能得到这个正法的地方，毋是像恁即摆讲毋是像恁即摆讲咱先知后修，道修还得着，咱慢慢才能修，这个修的无共过去是先修而后得，咱即摆是先知后修，道修还得着。咱慢慢才去体会，所以就甲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因为已经修到明心只要迄个做出来点去，伊就有迄个伊就当成佛啦，伊就是摸着迄个伊就自成佛啦。但是咱即摆无共，这个道上还得着，在迄个自性的对所在，先来点咱嘛是见性知影本性对的所在，但是咱太跋倒要想因为咱无明心，所以咱即摆要去修心，要去修咱的心尤其咱即摆即个网络的社会中，要修这个心，毋是单薄容易因为过去情中第一期青龙期是青山古洞咧修，是情中求情，你面对的就是一片即个。像你敢会起起到这个动力？袂嘛无对象因为
对人心肝苦拢去苦修苦练啊，感谢咱修以后，有迄因缘，才会当得到受着祖师迄指点，你才会当得到啊。第二期、暗暝期嘛是共款啊，迄个修行学的伊原来爱进入了空门，原来爱苦修苦练，伊倒伊原是单纯的修，伊原来修到3000公元800多万，佫有着祖师来先的指点，才会当得到。所以你这道，就当上过啦，但咱即马无共，咱先这条道了，咱知影咱自信了，咱就无明心，咱来去修行。所以俗称来讲，办道尽心迄个是叫修咱的心命。因为咱心心高意嘛是千变万化，当然修，进来咱会无能就去。因为咱伫这五人社会中，每一个人迄条思维看法都无共，上好嘛袂相像对了，所以就是迄个妄心就起啊。话来讲，你修行得几年20担23担，但是当迄个境界呢，咱无能去完去，因为咱无将修行这条修行这个代志当做咱一生上大的这个事情。咱即摆好了个为着福报咧修，因为咱若无福报，咱即摆是讲的是福慧双修呢，无福，你即摆讲你无福报，讲你来修学道，打个问号。你即摆讲咧做3点半，讲叫你来礼拜你来修学道，你敢有法度？你嘛无法度。所以即摆是讲福慧双修，福重要，慧更加重要。福就是在世要你享用的。要咱迄个维持，咱的这个生活，所以老正讲，咱是为着迄个修道是生活，毋是为着生活是修道。这已经是足深的，但是咱台湾人拢是为着，拢会说为着生活修迄内个拢囥了。就是咱前经你使用迄讲的。咱迄个大家使用工商去趁这福报来维持咧，趁这马力来维持咱的生活。但是咱嘛爱趁一寡，因为咱这马力是在世上咧用的，咱离开世间，这钱就对咱无偌重要。感谢呢。所以咱一定爱先做一寡天公钱，先做一寡功德。万一咱若动，咱嘛爱搁放一寡功德。感谢呢。所以咱最上，咱若假使咱若无明仔载，你今仔上重要要做是要做啥？要想迄个已经有修道但是修拢修无完，反正因为拢迄个重要福报，咱咧想讲我功德无够，但是咱相对的时候，假如无明你要做功德，囡仔好个嘛，我做还袂够。我若做到无要紧，但是咱就是拢做啊袂到，嘛是讲咱人讲着对着咱即个身躯的即个贪念原来讲呢，你若无生命，你一切伫世间拢消失去啊。所以咱世间生命上宝贵，生命上宝贵，但是咱拢虚度光阴拢虚度光阴，当然有，因为华人感觉讲。当咧上班的时，拢讲我无时间，时间拢无够用，当体力的时候，佫想讲迄个，佫伫咧流连啦，一直想讲佫打几岁来，我时间佫足久的，但是这无相地要上面找着咱毋知影啦，无相地上面找着咱毋知影，所以咱若要先做迄个等于。无做迄等就对向无上去，咱就着好个东西啦。互我咧讲互我落啦，这一阵互我讲，迄个胸腔是颗肿瘤的时互我就在想，难道我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吗？迄阵就是打个问号，
因为我讲吼，我做啊无够，拢要追求福报，袂像，所以讲安尼吼，讲前线甲去年里面讲前线，拢咧做大遐个大，拢迄个做大日海岸需要安尼参与尔，这时啊个咧，迄个做还个咧拼福报，地位吼，迄个即个位吼，拢迄个做一点仔尔，大部的时间拢咧咧追求福报，所以吼我就感觉啊，实在吼做了这代志当。身体慢慢恢复了吼，那讲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真的是这样的当你迄个单元迄个抢过了吼，你搁袂记去啊，你搁会讲无相变，你会强来。阮讲的是安尼，虽然个考验这个考验是每一个时候都要考验。你迄个当咧7月时嘛是有考验。修教堂当中嘛是有考验，考验都不一样，咱要安怎冲过去安尼尔。所以实际讲没有冲不破的火焰山，真的一样。你每个你迄难关对的时候，你的意志力一定要足强，一定要冲过去。上面就讲咱一定爱才能修所以这尾啊，佮讲迄个。虽然讲亲像做手机未计性，但是迄个我讲啊，咱会当依此其修，免为恶道，依此其修有代表，因为呢，咱伫修学的当中，不过嘛是爱时时反观自照啦，伫修的当中，你若要时时反观自照。咱就是得过且过，咱如果学着千夫所无日三省吾身，为日无日不忠厚，以朋友交不受传不受道，无时时咧反观咱自己。尤其咱自个无活动的，你若讲自有活动的一日早暗的烧香，有贵有宴餐，可以时常反观自照，看咱今日所作所为，下伫咱个本性中心无？咱个有当个就有即个好处呢，早晚信箱的时候，伊就会当反观自。咱无可能呢，咱伫咧困之前依然可以，咱会当反观自照，时时问咱自己，咱有做到这3点无？咱若像安尼就惊前无主，差无解来着。见贤思齐，见不贤以为自先，看着咱好诶，咱来向下习。像咱人活动安尼，咱才活动，因为咱的用心程度无够，咱用心的程度无够，咱的用心，咱讲天下没有不劳而获，你看人安尼客家讲是上华做新鲜，大家客家咧讲讲咧足好诶安尼人个是用足大即个苦心诶，咱讲迄个要下工，就要到法度上讲上遐好，无法度啦。一定是安尼，所以有可能就是说，所以咱就是爱时时反观自照，所以伊个讲凡有所想，但是希望，因为呢，咱即摆目睭所看会到的，灵感拢会消失，该是希望嘛，但是呢，讲奇怪，别个看会到的，有太会讲迄个。迄是虚妄的，因为即个物件是成自坏空，咱若有心嘛变数，咱即摆看会到的，灵感拢会消失，因为都有一个期限包括咱的生命上呢，但是唯有咱的灵性是不生不灭的，咱灵性是不生不灭的，咱灵性就可比讲，咱的身躯就可比一台车啦。你的灵性就可比咱的主人，咱的车开了8年，未开起来，咱就当做换一台车，同一款。咱灵性，会可以转生。所以我是想讲，咱有今仔日，是有昨有明仔载，咱一定有一世人，有前世人，有后世人。
所以我有讲用以前说金星修正是用温后说个金星做正是有一个因果循环。咱即马有看讲别人迄个大富大贵，咱咧形象，当然是大家拢追求的，就是迄个富贵面较容易啊。但是这富贵较容易是过去者无爱。咱即马世界上所追求的是迄人过去者无爱呢。你设计细孙，伊是一国之君，爱行游戏上可能人生有先咯，名士伊就问个代是讲，做一个太子啊，是未来的即个国王啊。游戏上可能人生有即个先咯，名士伊就问个代是讲，做人讲哪会死哦，做人哪会死哦，安尼唯有讲唯有修炼，所以咱去刷修炼，伊将咱即马世间人咧追求的名甲利达放弃。伊有啊，伊搁来放弃呢，因为有看到迄个凡有所但是伊讲凡有形象的，就是拢有毁灭的时间，毋是永远存在。伊来放弃，伊毋听去修炼，即摆2500几年咱搁来了解。爱若去做国王，伊享受伊偌好运，咱过一世尔，咱起来。一世上要有100，外海100岁，100年，安尼所以就是看到遐。但是咱细小人拢敢看到朋友的，拢就是上这做近视的，即摆现在差不多讲10个还佫有9个近视的，看伊头前遐无看伊远的所在。所以大家就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没有远大的这个无迄个。关于一定有朋友，你若有迄个长久的这个建议就对啦，你就有迄个要求行这共款所以你若依照修持修有代志，因为咱伫修的当中，不过是爱时时去问亲嘛，时时反反复复，咱较会精神无事家己咱有比咱俩抓着，咱背后牵去等心念起起毋好诶，咱来扫除掉咱讲扫三心非四相同一款咱若安尼，咱就虽然咱无伊这讲诶迄当时伊无见识，但是修的人版本就是安尼做修的人版本就是爱时时去问亲咱就心存正的变革。虽然讲无见识，但是安尼就是不讲诸恶无作众生同源这讲足简单，诸恶无作，什么叫做诸恶无作众生同源？讲足简单这个西龙，迄个在了头，别西龙这了头上师咧讲的，什么是道？诸恶无作众生同源，讲足简单，但是3岁孩童都晓得啦，但是百姓拢听不来啦。3岁囡仔就知影，诸恶无作众生同源。但是呢，80岁老年袂晓做所以就是讲咱一定爱时时去认识再来就是讲迄个五祖呢。叫这个新秀入来啦，讲这伊是做的吗？伊讲是伊做的无问题，但是呢，毋敢妄求所谓啦，人和尚自比啦，看地主多少智慧啦，做法你做出去呢，利剑分成指教门外，未成问题啦，如此见解并无上不得了可的，因为伊说是修持了呢，五祖来讲你这未见性伫门外要入这个无上的菩提是无可能的啦，因为无上菩提呢，
属地言下色自本心，见自不性，本性不生不灭，故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一切一切经万境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的真实啊！你讲哦，这无上的菩提就是爱见个咱家己的本心，咱的本性。哦，你若无反观自照，你要看咱目睭就是看伫外口，但你无回光返照啦，你无法见着咱自己的良心，绝对无法度哦。啊，所以咱的本性呢是不生不灭的哦。啊，伫一切时中呢，你一定爱念念自见，就是讲你爱从咱的咱的本性中去时时呢，就是想要真过者讲，我爱时时抱守道体，以个咱良心用事。哦，过去拢时常听真过者讲，我爱时时抱守道体。哦，就是咱的守住咱的重点，咱的良心，以咱的良心本性为出发点就对。哦，对着事来，咱讲事来则应，啊事去则不灵。哦，啊以着咱的良心啊做事，对着事，咱讲吼爱慢慢开，但是咱普通的人就是对着代志，保护一个出来，保护一个这，咱的情啊，无像大学的讲。五无人讲定静安稳，咱讲静袂落来，啊，所以就是心浮气躁，啊，无明就起。所以咱讲你修行得几年啊？但是对着境，谁那无明会起？咱心无静落来，咱的修行学得，但是咱只拢向外去行，咱无回光返照，哦，无看咱自己的这个内心，哦。所以呢，一切一切，只要你有真心，看咱的心啊，你的心啊，真但讲谁那讲佛看众生是佛，看一切人拢是佛，因为伊就是看着你的真如本性，就看你的真的，无看着你的假。讲着遮，迄个法。讲一个小故事，两个师兄弟吼，为着一件代志遐千端加一，啊，即马这加，就走来老师讲，同大师讲，啊，讲这安怎安怎，伊讲上尾亲眼看听，师讲啊，安尼你对，啊，即马加出去了嘛，伊过来，过上因两个迄个冤家，就是跟大师讲，因师讲啊，安尼你对。哦，这个名，这个书的名听了吼，奇怪，因两个迄个冤家啊，有迄个情的心，太两个来问讲，拢讲哦，你两个拢对，啊，即摆就要请教这个名书的这个神秘，伊就搁问因师，因师讲啊，你嘛对，这是吼，做拄则我讲的。迄个佛看众生是佛，哦，人迄有意见就是安尼，啊，咱在修学堂嘛修迄个意见啦，看着你对个代志，即个代志吼，处理方式有圆满无？无逐个嘛知影讲修堂着做严义，着拄则讲的诸恶莫作，啊众生无，但是咱咧修禅啊，咧是这断头啊头，因为咱每一个人的心念拢有相像。看法嘛袂相像，免人会当一团和气，是迄个念头。所以咱是说讲，迄个有时咱讲理直气壮，是对的，但是咱会当做到理直气和，迄个更较好。但是安尼，咱有时讲理直气壮，我会争取啊，但是因为你若理直气壮就去伤着人，啊，咱咧想啊，就是讲爱理直气和，大家免咱虚无慢慢，大家免咱一团和气，尤其咱一个大团体吼，遮尔济人，每一个人对事的看法拢袂相像，咱要咱去圆满咱的这个大道，迄个是重要。
咱的大道场来当圆满，主人跟咱的团体就会呈现迄个无限的这个光辉爱。哦，而且咱大家就是咱要迄个蓬勃发展的大有可能，大家勾心斗角，咱就是小团体啊，咱没有远见，咱无想分的迄个讲迄个话，所以讲，如如万境如如之心，即是真心。咱只要呢，用如是的心，迄就是真心，迄上真心就对。若是安尼，咱要去求迄个无上菩提自性的应验就对啦。所以呢，这个无做啥叫伊搁去思维一两日，搁做手起来看，伊若讲你若见性，伊就从祖位传承互伊，但是有时。这个跟着这群嘛是这样的对啦，无像这个六祖起来时，伊当这个拜六祖时，伊就讲为求祖才有求伊问，伊就做坦白甲这个五祖讲啊，因为伊来时，伊甲伫迄个客人那看的业务所住的心疑心，伊就开花，伊就讲伊要去找佛啦，要去做佛，安尼。所以来到迄时无做咧讲，这迄个做南人，迄个做即个无开发的即个所在地方，你也想要来做佛，六祖时也讲，人虽有人目之分，但是佛性本无人目之分，好上心甲我反正是无人，但是自性有差别。咱对前面遐个看，就讲伊就是已经有见性啦，所以毋正是后面伊才会做修出来。伊听到伊个师兄伊咧讲，四世菩提就心如明镜，四世经有失了，伊就通去做修。菩提本无像明镜是非大，本来无迄本好处遐个，好处遐个，伊才去做修出来，迄是见性甲无见性啦，但是。讲这足简单就对啦。咱若感觉讲有见性，咱嘛是见性啊，但是咱想无会咱就来去修心安尼尔。因为迄个学校嘛做了顿迄个报告到遮，即个做对安尼打讲我无遐讲是偏讲安尼，我是。迄个做航班，但是我是做轻学，有哪海开，最后真是迄个讲，就往继续。